规片大店面不只是小型的便利商店，也可以当暂时休困，啉一杯咖啡。上特别的是，这边也阁有人来做面。你可能真歹联想，这竟然是加油站的上新服务。过去一冬来，安平这间加油站不止卖油品，现在也甲升级公司合作，用预约的方式提供行动美容保养的服务。不错啊，因为有时像如果说一般加油来，像说有时有空的话，还会进来说做一做啊，让他美容那些的 ，OK， 那这样也不错。那这个服务平台，我们可能就会用预约的每周3或每周6，让我们的中友这边的来速咖啡的柜台，它可以预约我们的一些客人想要做一些美容服务的服务哈。那我们服务的服务就在我们的咖啡厅里面。那我们这样的合作呢，可以让我们所有在这些我们的双赢的部分哈，大家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哈。那做这些美容服务，它当然有很多一些创业啦，还是说他想要爱美的女性也都有。那我们家有的一些消费者，他们利用在他们做加油，或者说做一些快保的保养，然后提供这个一个平台的一个服务。对加油站来讲，除了加油以外，卖咖啡已经是真侪据点新的经营趋势。不过每一站的销售模式并无同款，参照药瓶路顶的分站，因为空间有够，除了替民众美容保养，也阁有投影机等硬体设备，场地当出租，将空间充分利用。那其实我们也陆陆续续有收到顾客一些意见的回馈，那他们是觉得说我们咖啡厅里面其实有提供一些完整的硬体设备，那所以他们觉得说除了咖啡之外，希望我们也能够提供不一样的一些顾客的服务。那我们这次跟静心生技公司的合作，就是说除了他们可以提供一些不错的商品以及优惠组合之外，那期许说他们在未来有机会可以把一些手作课程或者是一些商品的服务体验带到我们的这个咖啡厅里面。中油但厝表示，因为分站位伫社区，人客集中伫上下班时段来，时间有限，特别来买咖啡的人，一天大约只有30杯的销量。不过现在配合银行满额送，以及3月底每礼拜2的咖啡日，加上现在升级公司的行动美容，陆续推出优质产品的折扣，相当看好未来对消费者的吸引力。但新闻综合采访报道。